我哋呢度有鈴蘭花嘅杯墊或者茶壺墊，同埋玫瑰花嘅披肩，呢個係大塊嘅。今日我哋先嚟織呢個玫瑰花，織3個邊仔，2、3，跟住織長針就係圈2個圈啦，然之後退2個圈，退2個圈，跟住咁樣。第一行呢，就係織12針長針。呢個第一個3個邊仔嗰個唔計嘅，因為1、2、3，跟住織12針啦。好啦，我哋嚟數下呢度幾多針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然之後呢，將呢條繩拉緊佢，拉緊之後呢個位，第一針同第二針個之間個位做一個引拔，跟住呢，再織1、2、3個邊仔。然之後喺同一個位，呢個位織1針長針，2針長針，同一個位織2針長針，跟住1個邊仔，然之後呢，再喺下一針同一針裡面織2個長針，1個、2個，然之後1個邊仔。呢度12組全部都係，只係第一組呢個位多咗一行，多咗呢個1針。2針長針，1個邊仔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呢度織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組啦，然後最後呢度都係要一個邊仔啦，然之後再喺呢個位。第一針同呢個第二針中間呢個位，仲有一個引拔啦，跟住呢，再織1、2、3個邊仔，然之後呢，再喺呢個位織一個長針，然之後下面呢度織2個長針。跟住再織一個邊仔啦，同呢個一樣啦，對翻呢個隔一個格啦，跟住再喺呢個位織一個長針，然之後下面呢一個又織加1針嘅，同一個位置織2針，再織一個邊仔隔開嘅。跟住再呢一個又係加2針啦，又係加針位啦，織晒呢度再講。好啦，織到最後呢度啦，又係喺呢個位啦，引拔呢度1、
2、3，之後咧呢個位，其實你睇呢度啦，呢度1、2、3啦，咁我哋頭先喺呢個邊邊呢個位加1針啊嘛，咁我哋呢度3針就可以分開平衡翻嘅，咁有中間呢一針，所以咧就用中間呢一針嚟加位。唔好喺第3針，唔好喺最後呢個邊邊位呢度加針啦。如果全部都喺呢個位加針咧，咁個線形咧就會唔夠圓啦。我哋錯位加針，因為佢就會歪埋一邊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應該係喺中間個針加針嘅。咁我哋呢度咧又要織翻1針啦，跟住咧中間呢個位加1針，呢度咧織翻個1針隔開個位，然之後咁樣，中間呢個位加1針。同一個位置織2針，再織一個邊仔，跟住再喺呢個位，要圈一個圈，呢個係長針嚟嘅。咁即係話1、2呢個3、4，第4行雙數，第4行開始之後，雙數嘅行就係最中間個位加針，即係話隔一行係中間位加針。跟住隔一行咧就係側邊呢個位加針，隔一行咧就係最中間個位加針。好啦，每一個組合呢個一組，呢個一組嘅，呢個一共12組，每次都係加12針，每一個組合嗰度加1針，一個係中間加，一個係側邊加。中間加，側邊加，一路咁樣隔開嚟加，直到你想要嘅大細啦。你可以係呢啲杯墊嘅 size 啦，茶壺墊嘅 size 啦，亦都可以係披肩啦，好大好大嘅。嗱，如果薄線呢，織完跟住第二個薄線就係咁樣薄。將呢個咁樣翹一下，跟住再咁樣唔好織，唔係拉一個過嚟，呢度有3條線喺度，然之後用一個新嘅線拉2個，再個咁樣，跟住咧就將呢2條線。呢條線拉緊啲啦，跟住呢將2條線擺喺個鈎針上面包住佢，跟住再包多幾針。咁樣呢，呢線頭就可以剪咗佢啦。跟住呢，就可以繼續織啦，就唔使再包啦。陣間剪咗啲線頭。
呢啲咧就係一針一行喺側邊織，一行喺中間呢度加，跟住側邊加，中間加，側邊加，中間加，咁樣隔住隔住。好啦，我哋就嚟到最尾嗰幾針啦。呢度咧就係呢行喺中間加啦，呢行側邊加啦，中間加啦，呢度就側邊加啦。再織多一針，跟住呢度咧就織返過嚟鎖針，再鎖多針，跟住就可以剪線啦。跟住呢個線頭掹返緊佢。跟住就可以織嗰啲綠色嘅葉啦。我哋而家呢度咧就量度一下，到嚟中間呢個位咧，大約中心呢個位50度啦。咁乘2即係等於100啦，100 cm。咁玫瑰花個葉咧，就隨便揾個位，就織一個短針啦。然之後咧，再織2針啦。跟住呢度1、2、3，第3針個位織一個短針啦。跟住再織2針，1、2。跟住再1、2、3，第3個位織短針啦，再織2針啦，再織1、2，第3呢個位織一個短針，跟住咧再織2針啦。1、2，呢成個圈都係咁織啦。1、2，兩個鎖針，隔2針，跟住1、2，第3呢個位織一個短針，呢度成行都係咁織啦。好啦，呢個成行織到呢一度都係咁織啦。好啦，織到最尾呢度咧就啱啱好，剩返2針啦。跟住到呢個位，織返個薄線位啦，引拔針啦，跟住咧，就再喺呢個針裏面織2個短針，呢一個位又織1個短針，織2針，再喺呢個位織1個，即係跟返呢個位啦。1、2，呢個1針，呢個再1、2，即係呢個1針，係啦，織晒呢個成行啦。好啦，織完呢個2針，1、2、3，1、2、3之後咧，我哋呢度就織3針，1、2、3，
跟住呢，就呢一針對落嚟，呢度1、2、3，第3針呢度織一個短針，呢個位呢度1、2、3，第3同第4之間呢個位織一個短針。織一個邊仔，跟住反過嚟織一個短針，一個中長針，中長針係一次過拉3個線圈過嚟，一次過拉3個線圈，跟住三針。長針就係褪2個線圈，再一次，第2針長針，第3針長針，跟住再一個中長針，再一個短針。係同呢邊一樣咧，一個短針，一個中長針，1、2、3，一個中長針，一個短針，跟住呢度咧，再織1、2、3，跟住就去呢個位，呢度1、2、3、4、5、6呢個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針同第7針呢個位，織一個短針啦，一個邊仔啦，跟住就反過嚟啦，同呢邊一樣咁織啦，一個短針。一個中長針，一次過拉3個線圈，跟住再一個長針，2個長針，3個。一個中長針，一個短針，然之後呢，就呢個位織過啦，跟住就去到下一針呢度織8針短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呢度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再3個鎖針，1、2、3，跟住就喺呢個下面呢度，呢一針開始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8針呢個位。一針短針，一個鎖針啦，反過嚟，跟住同嗰邊一樣咁織法啦。
第3針長針啦，一個中長針啦，一個短針啦，一、二、三，跟住咧就數呢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格一針啦。呢個織完之後同呢行隔一針，織一個短針啦，一個邊仔啦，跟住反返過嚟織啦，一針短針，一針中長針，一針長針，第二針長針，第三針，跟住一針中長針，一針短針。跟住就去呢度，呢度織過5織啦，呢度下一針，一、二，個葉咧就係咁樣織啦。跟住呢度再織8針啦，即係其實同呢個一樣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啦，跟住再織3個針，3個邊仔啦。呢一行呢就係咁樣織啦，一路織落去啦，織到最尾嗰度呢就做引拔針啦。好啦，啲葉織好晒呢，我哋就織玫瑰花啦。就喺呢個位穿入去，加埋後面呢一針，2針一齊穿過去，將紅色線拉過嚟，然之後呢度呢，線擺上嚟，跟住呢度呢，就織拉緊佢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然之後呢，就喺呢個1、2、3倒數第3針呢度織長針，呢個位呢，就織6針長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喺呢個同一針位置啦。
呢個係花個心位置，跟住咧就喺呢針嘅下一針呢度，下一針呢個位，織3針，一、2、3，跟住再喺呢針嘅下一針，呢度咧每一針1、2，呢度全部都係每一針都織3針。再到下一針啦，呢度織晒全部去到呢度，我哋再講。好啦，最尾呢針都係要織3針長針嘅，1、2、3。拉緊條線啦，然之後咧，再喺呢個位做一個引拔，呢個咁樣拉過嚟，再織多一針，跟住斷線咧，留長啲啦，留長啲。跟住同呢一邊綁一綁，綁個結，然之後咧，我哋用長呢邊，用支針。咁呢個花呢，每一針呢啲每一針就織3針長針啦。呢度1、2、3，每一針織3針啦。頭呢個位呢，呢個位就織6針啦。呢個位，跟住咧就咁樣捲埋佢啦。好啦，我哋就喺呢個中心呢個位開始捲啦。如果你鍾意嗰朵花大啲咧，你可以捲鬆啲嘅。咁樣。呢個位咧喺呢度穿過去啦，跟住咧就咁樣喺呢個位，呢個位穿過去，再喺呢個位穿過去。跟
住咧，我就會穿上去呢度上面嘅，跟住喺呢個位咧穿返落嚟，跟住咧穿多次呢度，就個花咧就會穩陣啲，跟住再亂多幾針。呢個花就亂好啦，再亂返過嚟呢度，再喺呢度打多個結，一下。兩下，然之後咧喺呢個位穿入去，將呢啲線勾過嚟，勾過嚟呢度，跟住再打多個結。跟住咧就可以剪咗個線頭啦。如果咧你想大啲就咁樣，如果你想細啲咧，捲實啲就咁樣，捲實啲，呢個咁樣捲實啲先至亂針。係啦，咁大家繼續織埋佢啦，織晒全部啲花咁就 OK 㗎啦。來吧，展示。逍遙唱我皇城歌，你不是我老婆，往事莫问你在，千百次叫我離開，心是心心不改，心後等我已離開。我遊走越過了地風情，我聽過了戲子唱京城，看過了清水碧金門，我畫過了京劇戰公臉，畫過了遊子身上衣，我畫過了慈母臉朝夕，下過了客子炮紅劇，我畫過了三遍少頭七。